昨天是学测的第2天，是考英文、国文，也有写作。英文的题目有老师认为讲是真多元，而且甲生活的情景嘛真踏实，会当考出学生的程度。那国文这科是这届文言文是占45%，有老师认为讲这届难度算是中坎的。另外，在学测的头1天，有传出高雄做赢高中的考场，前个写是提早1分钟单，嘛因为安尼提早收考卷。 有学生都感觉讲，虽然是差1分钟尔，不过嘛是会有真大影响。大学学测第2天，全台将近12万的考生参加，早起就来到考场，对着学测头1天的数学 A 考试。高雄中亚高中考场发生前个写提前单收考试单的情况，台北考生认为差1分钟也有真大影响。只有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好像要全部重考，好像也有点怪怪的。 为他们感到可惜，毕竟少1分钟确实影响蛮严重的。如果发生在你们身上的话，我会觉得难过吧，因为1分钟感觉对了还是可以写很多东西。早起英文课，高中教师认为讲，出材真多元，挖掘生活甲丰富身体，题目有鉴别度。写作方面也是以图片引导写作，考生应该是袂歹发挥。 大家都好发挥的题目的话，对高分组的同学来说，那你要能够胜出的优势就在于，那你怎么样可以讲得比较好？当然包括你是不是马上可以想到一些漂亮的字词。国文综合考试方面，文言文比例大约是45%。高中的教师认为讲，这个困难度拄好，兼顾语言甲高层次阅读的能力，也挖掘生活甲社会情形，也有流行电影的题目。 因若国文的写作，知性题目各款是标签，爱学生分享对标签现象的看法，另外正义题目康胖的联想，爱对心灵的生态写到人生的感悟。2个大题分别检测的是统整判断的能力跟感受抒情的能力。你只要仔细的阅读题目，然后看清楚字里行间隐含的暗示或是限制，依循它的引导作答，就可以掌握写作方向，不会想不出来，不知道写什么。 另外，这摆学测有部分的学校反映，大考中心甲中大型高中的考生拢拆分到2间学校，加上有学生选徛过附近的考场，所以老师爱伫各个学校撞来撞去，希望讲未来会使调整这个考场编排模式。只有某一个班，那其他大部分同一班会在同一个考场，可是今年分出来的状况，每一个班几乎都有部分的同学在附中，部分的同学在和平。分科测验。 我们会把班级纳入编配的考量，尽量降低类似情况发生。全台考场第2天的考试大致上正常，理的面对社会组考生为主的数学比甲社会课考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